早清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日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新北市三峡才拄发生汽车驶上乡弄死3个人的车祸。昨昏尾阿嬷伫台南的玉井中华路嘛发生同款的事故。这是一架修理车，嘛是因为不明的原因驶真紧，去弄到过路人一对翁仔某，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家属伫事后，伊是解释讲，伊是阳性发作。修路车高速驶入前下巷仔，直接弄到行铁路一对男女。修路车弄到了后无停落来，直接冲过路口，弄到几台停伫顶仔卡的汽车，清起一片白烟了后，附近民众听到这么大的声音，赶紧来到三公。他完全没有减速了，没有减速，这个撞到这个，他直接切这个角，直接撞进。那的时候，其实他人还是不清醒的，就是在红黄灯啊。因为他那时候油门其实还是踩着，然后我赶快过去帮他熄火。下班之后，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不能提车进来，因为有车祸。就是他们来运动，结果就被后面的车子追撞，然后一个撞倒了，然后另外一个喷飞。警消到场的时阵，50多岁查甫人因为外科创伤，当场失去喘气心跳，紧急送换到新楼病院抢救，医院救无倒来。查甫人意识清楚，经过头骨折、头部外伤，送安南病院治疗。另外，肇事的驾驶被带转去警局调查。玉井区中华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由于严性驾驶，疑似身体状况不佳，驾车擦撞2部自小客车及2名行人后，车辆持续向前暴冲。再撞击停放骑楼4部机车，该严性驾驶酒测只为0，相关肇事原因科正由本分局调查中。肇事性感的驾驶事后互警方带转去调查，酒测达是0。讲是事故发生的时阵阳性发作，详细原因警方按去调查。被让翁某住伫附近，每日差不多这时间内出外散步运动，想袂到煞拄到意外。记者综合报道。伊礼拜发生伫新北市三峡的车祸，造成3个人死亡，12个人重伤。赛车78岁肇事的驾驶，其实伊是伫今年2月才拄换好驾照，也毋过即摆出即款代志，嘛互侪岁人换驾照的制度，搁再引起讨论。按照目前的规定，是75岁以上的老人每3年爱换一届驾照。也毋过即马交通部长伫早暗又开记者会，表示未来要规划甲换驾照的年岁降到70岁，要向日本共款。骑奥多拜的单尾弯，互后壁车驶真紧弄着。新的这个车祸是造成1死6伤，肇事的驾驶是79岁。规台车是弄甲密密麻麻，伫家己动停落来进前，是弄着3个骑奥多拜的。高雄这个车祸，涉案的驾驶是94岁。即马新北市三峡15个人死伤的重大车祸，嘛是侪岁人肇事，互高龄换照制度的争议，搁一摆引起讨论。高龄者在整个测验，未来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好好的重新检讨制度。不管是赛车还是骑车，侪岁人上路肇事，对108年的39000外件，112年是大大增加，已经超过56000件。照国内规定，75岁以上的士大人，逐3年换照，必须要检测认知功能。但是民国31年7月初1进前出事的，是无强制换照，嘛互这几十万的老大人变作乌数。搁比较各国换照的年岁，日本、英国70岁开始，南韩、新加坡是65岁开始。日本是大概5年或者是各限定年数，你就要回去再做一次交通讲习。那针对于老龄人口的话，我们其实更应该做到的事情是加强他们的体能检测，那加强他们的对于认知的部分。日本话驾照唔拿爱参加安全讲习，阮75岁搁爱附加认知检测和驾驶能力的测验，若有违规的记录，搁必须要实地路考通过。韩国是要求逐5年检测，75岁以上是缩短到3年一摆，而且爱接受道安教育。新加坡是要求65岁以上都该经过医师的评估。第一个可能适合的运具不足，好，那再来就是一个涵盖率不够，还有就是你的交通时间过长，导致很多长辈还会希望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自主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行为，所以会自己开车。面对这回换照，对年岁下修到检测的加严，各层面拢引起讨论。即马交通部已经提出改革的方向，但是老员讲危险驾驶，毋若是发生伫老大人身躯顶，搁点出真侪偏乡的地区，大众运输无够侪，侪岁人只好塞车。按照优化交通网络，嘛要做回来思考。记者综合报道。
8日发生伫新北市三峡的车祸，造成15个人死伤。肇事78岁这个阿公，伫弄着学生囡仔进前，伊就因为先弄着分隔岛，目睭的时去弄着后壁车。验过呢，伊无落来看，怎做伊去？事故的原因即马也搁咧调查。三峡高中有2个学生囡仔死亡，学校即马针对学生囡仔有展开心理辅导。一大堆民众到场就发生集结伫路口，小电线献花、放四手啊、手写的卡片，点点啊徛伫边啊，甲过身者致哀，嘛甲伤者接去。对，我昨天看到新闻，就有感而发哭了。发生伫新北市的三峡北大国小头前这个重大死伤车祸，肇事的78岁姓余的老人，身体状况还未恢复，特别做第2摆手术，甲当还未做笔录。有多处的肠道的破裂，目前来讲相对而言情况比较好，但是还仍然没有脱离险境，意识状况也不清楚。经过警方初步调查，排除食酒、食毒赛车，但是驾驶方发现讲，伫案发进前1分钟，已经家己弄到安全岛，目睭搁去弄到修理车，但是伊无停，直接离开。敢涉嫌肇事逃逸，专案肇事原因是啥？拢搁爱等调查。但若即摆驾驶过去嘛有红灯违停的记录，甚至把冲起的人形都甲妈妈红个弄掉伤。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非常难过哈。那我们今天早上。利用升旗朝会的时间，集合7、8年级，先做心理辅导。专案造成15个人死伤，9个人是三峡国中的学生，其中佫有2个人过身。就惊有师生看到车祸经过产生创伤，学校开始心理辅导，检方嘛到病院完成验尸。案发过1天，警方是加派警力伫个路口执勤，因为新北市警方是启动护理专案，但有人无要听指挥，随风砸落来。在学校周遭的一个路口来加强我们不同专案的一个题目。案发的这路口设计了行人专用石像，在特定时段强化行人的通行安全，但如今还是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事故，也让这个路口的道路设计是否有所不足引发讨论。交通局的官员伫21透早登去案发地来会勘，点出涉案的驾驶有超速、弄红灯这的3大违规的事项，佫承诺改善案发路口的交通设置。相关的交通设施、号志、标志、标线都相当完整哦。那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因为在通学巷的地方还是要以学童的安全为优先考量，所以我们会引进行人优先区的概念。新北市交通局讲，第期升伫个人行道放实体的护栏，嘛建议设置减速设施，科技执法来强化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场发生伫北大国小外口的车祸，有造成3个人死亡，12个人重伤。8日早起，三峡国中和北大国小有举办安心宣导讲座。心理师即马是强调讲，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拢应该避免一直看车祸的影片和资讯，才袂去影响情绪。8日早起，有民众伫学校附近的路口献花、放四手啊，向遮无辜的生命致意。5月19日，新北三峡北大国小外口发生严重的车祸，造成3死12伤。三峡国中和北大国小也伫8日办理安心宣导讲座。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已经安排心理督导进驻学校，会针对学校导护人员甲受影响班级提供情绪辅导，一直到学校安稳。由教育局调派专业辅导人员进驻校园。针对受影响师生进行团体或个别关怀陪伴，依学校师生实际需求弹性调整，并持续至校园安稳。这个重大车祸肇事责任要被厘清，除了校园周边交通安全议题，又搁再受到讨论。心理师表示爱稳准家己有情绪，不过也爱提醒，不管是亲目睭看到，或者是透过新闻网络看到车祸状况，拢应该避免重复看这的资讯。若较严重，头壳内甚至会直直出现车祸画面，也就是出现心理学讲的闪回这款情绪现象，就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感觉讲，敢若搁转去迄个现场，迄个时间，所以感觉身体足紧张的，肌肉足紧绷的，啊无暗时困的时阵，可能嘛会一直喺想着迄画面，迄现场迄声音，迄画面。啊，可能会困袂去，失眠，也是讲，足早就醒起来。心理师建议家长也通观察囡仔伫过车路坐车的情绪，若是有焦虑、会惊的状况，应该更加避免上过注意车祸相关的信息，把注意力放伫原本的生活。若是观察落来超过3个月，心理状况无改善，就建议寻求专业医疗的协助。记者张家嘅林秀凯台北报道。
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各地拢是同款，高温小热、稳定的天气，也毋过提醒乡亲过道高有雷阵雨。咱来看分图。今仔日各地头的高温普遍是伫32度至35度，中南部外近山区同款是36度以上的高温，包括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即马拢是到柑仔色的高温灯号。因若雨水的部分，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阵雨。过道了后，伫大台北、宜兰、花莲、南投，也有嘉义以南各地头的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的雨会较粗。另外，要提醒乡亲，宜兰、花莲落雨时间嘛较长，可能会落到下暗。天气遮热，过道就到有强降雨，昨下晡上大雨，是又搁造成花莲的铁路、公路受土石流影响，又搁长去。苏花公路台九线花莲到中德路段经过抢修，已经伫昨暗8点40恢复通车。因若台铁的河仁到中德之间经过抢修，是伫今仔日透早5点外，东正线已经恢复通车，也毋过嘛是爱等到24拜六才有法度恢复双线通车。怪手来了！大型机构紧急来抢修苏花公路回到崩坑，受中岛过后大雨影响，土石流涉来，塌伫崩坑口，互双向交通拢断去，部分车受困崩坑内，只好伫原地继续等。路段4点钟了后顺利抢通，昨暗时8点40分恢复通车，代替河仁中德之间的铁轨路也搁互土石流引起。台铁目前的北上列车均停驶，然后本公司于7点50有加开5432次开往高雄新左营的列车，可以让乘客然后进行后续的疏运。陆客看时间表，无来接受停驶消息。台铁经过抢修，今日透早东正线第班车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河仁崩坑内土石也按算伫今日全部清除。目前河仁中德之间全力进行西正线抢修的工作，不过上紧伫5月是延修好。因为带妈妈年纪大了，因为不是每个位置都有座位啊，因为很多人都要多坐那班车。土石流嘛，那也没办法，就让他等一天啊。因为东部热云长期，民航局协调今日加开始帮台北花莲加班机疏运旅客。另外，因应大雨，今日早起秀林乡和平村宣布停班停课。记者综合报道。海基海沙堡有铁钉实在是真恐怖。这是台中的大安海水浴目前正在进行改善工程，也毋过伫观景平台附近所有滚来的民众讲起踏到铁钉流血流滴。市府即马是表示，会要求这个来做工程的厂商爱负责，未来卖甲这间厂商来列管。风景真水的大安海水浴场，吸游客来耍水。啊，毋过挖海堡的观景平台，四周围虽然看到整个铁钉都散落伫海堡，游客讲是真罕古，烦恼耍水安全。蛮危险的。怎么说？会流血。明代20开启才回应出台中市府开3000万起的大安滨海观光路廊，加周边旅游环境整合改善工程。施工厂商好亲像伫无班作业结束了后，将铁钉这尖物件直接拼伫海堡，互真侪民众落到流血受伤。海水浴场现场也有真侪救生员证实，确实有看过海堡的水内底有铁钉，厂商要来处理。有看过有人捡到铁钉这种情况？有，其实之前还不少。如果假日的话，有时候一天会有好几个。动全面检查与清理作业。落实缺失改善。此外，观旅局绝不包庇不良厂商，将依程序函送工程会列管不良记录，确保公共安全。台中市府表示，这工程完工了后，有漏废弃物，我要求厂商全面检查和清理，毋过无彻底排除风险。后续会请业者动用吸招这工具，对海堡全面检测和清除，将不良厂商函送工程会列管。针对受伤游客，也全力协助保险理赔。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美国总统 Trump 和洛西埃总统布丁19针对罗战争和平议题通电话讨论了2点钟，双方并无讲出什么款进展。Trump 即马就暗示讲，准讲洛西埃和乌克兰谈判未顺，美国有可能就要抽退啊，无要插啊，要甲讲好的责任交予新教宗梁14世。来看联合报，美国银行与各国的贸易谈判最近就有可能有新的进展，也阁有美金即马变较弱，做理由要调整东亚国家货币预测。有个代表话，美金的汇率会对即马的30块左右，钱会变大圆，第四季可能会降到28.8块，而且明年会继续起到27.6块。来看自由时报。中国这个有2个查甫人伫昨透早坐船啊，放普雷隆的蒲邦偷渡到咱金门的二打岛。加在有互红外线热影像系统有发现，就会动海巡将2个人抓起来。专案无排除是中国在发动人质作战。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即马当地瑞士举办，咱台湾已经是第9摆访记者参加。不过，咱一寡较外台湾的国家，亲像海地、德国、法国甲日本，因拢有利用因发言的时间，公开发表言论支持咱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也若昨昏，咱的友邦秘鲁的总统嘛有来咱台湾访问，希望双方会当继续加强合作。礼炮21响，总统府前隆重婚礼欢迎友邦秘鲁总统惠斯仁伫当选连任了后第一摆来台湾访问。Taiwan has been a steadfast partner of Palau for decades, and one of the MOUs that we'll be signing today further extends that relationship. 希望26年邦期继续稳固，而且深化伫各领域的合作。同时，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伫瑞士1年半举行，不过咱因为中国打合第9摆被拒绝。咱的邦交国海地马绍尔伫第1轮各国代表声明阶段就发言声援台湾。Voilà pourquoi nous profitons de cette plateforme pour soutenir la participation de Taïwan. Global Health Corporation must include 23.5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因为日本、德国、法国甲纽西兰拢伫短短2分钟发言内底，表达支持台湾的立场。In order to respond to health emergencies, we should draw upon the experience of regions such as Taiwan. We need everyone's, including Taiwan's, expertise and participation. Ainsi, je rappelle que la France est favorable à la participation de Taïwan. This year's theme of One World for Health can only be realised if the global community can benefit from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health communities, including Taiwan. 美国国也表示，台湾实在伫信赖，而且有能力友伴。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宣告美国自2016年1月2日会退出世卫组织。第一台湾的卫福部长柯泰源表示，世卫组织伫美国参战援助之下，会多多减少相关的活动。不过，对台湾可能是一个转机，透过对世界各国雪中送炭，为人类健康做出更较侪贡献，也好支持台湾的朋友愈来愈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以色列第20轰炸加沙走廊，上报有造成80个人死亡。伊嘛看出几十架进入加沙地区，要进行人道救援的影片。只是讲联合国是表示，当地人是回报讲，因并无收到救援的物资。加沙走廊庆出真大乌烟，一直有爆炸声音，造成国际社会批评声音愈来愈大。以色列20又原伫加沙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重大死伤。不过，佫表示也允准更较侪援助客车进入。伫北部的轰炸当中，一间厝甲一间好好改造的庇护所被炸甲是如苍苍。以色列民主党党魁个人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访问的时阵，强烈批评，不过真紧遭受政府甲在野党领袖批评，共同震动。总理纳坦雅胡指控个人是对以色列军队甲国家相比拼的反犹太血腥诽谤。国际社会同时高度关切是加沙和以色列封锁将近3个月。以色列在压迫之下，这礼拜同意上加限度的援助车队进入巴勒斯坦领土。联合国表示，宣布做进入加沙，不过无法度送到上欠物资地区的发送起点。Israeli authorities are requiring us to offload supplies on the Palestinian side of Karim Shalom crossing and reload them separately once they secure
our teams access from inside the Gaza Strip. 在批会部当中，优先上伊也配红古灵粉，按过不足社会中心停车，都用真济时间。负责监管人头援助以色列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局表示，19放行5台卡车，至少有93台。按过联合国证实，至少禁止加塞无这么多。以色列3会结束的上近1摆停会期间，维持禁止加塞援助卡车有600台。以色列中期军事行动封锁加塞，各有限度开放援助，造成死伤加期远大协定，互国际社会看不落去。目前英国已经宣布对以色列暂停贸易谈判。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2023年，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发起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也让发动活动的学生马赫达维4月中，互美国移民以可能危害美国外交利益甲拘留。2礼拜后，伊即马放放出来呀。5月19日时，伊嘛参加毕业典礼。伊伫毕业典礼顶头是受到支持者的祝福。伊嘛表示会当顺利来参加，代表民主的胜利。伊嘛呼吁赶紧甲另外一个学生哈里尔嘛爱个放出来。Nothing will stop us from continuing to do that. N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nor Columbia University, nor any power in this world will stop us from being and continuing to be humans. 巴勒斯坦倡议人士马赫达维19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顺利得到学士学位。伊伫约旦河西岸难民营出世，2014年移民美国，有居留权。2013年，伊伫高大校园发起支持巴勒斯坦运动。今年4月，马赫达维伫公平辩词当中，互美国移民局用危害外交利益做理由拘留，2礼拜了后放出来。毕业典礼即日，伊特别摸巴勒斯坦传统的马巾，各家支持者提被拘留的研究生哈里尔的相片，恳求美国当局用移民审查压制学生人权。另外，美国最高法院伫19裁定取消拜登政府为35万委内瑞拉非法移民提供的临时保护身份 TPS。国土安全部早伫2月份就撤销 TPS 的延期决定，用部分外国移民牵涉帮派活动做理由，强调 TPS 措施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项决定引起移民人权律师的反弹。In January, Venezuelan TPS holders were promised 18 months more of protection, and that promise was taken away. And we continue to believe it is unlawful, and there's nothing in the Supreme Court's order that analyzes that claim. So we'll move forward as best we can, but this is a really difficult day for us. 除了取消非法移民临时保护法规，国土安全部也启动移民回乡计划，提供$1000加免钱的机票，鼓励无身份的非法移民自愿出境。第一批有64个移民19为美国德州坐飞机，分别飞洪都拉斯甲哥伦比亚。国土安全部强调，自愿回乡移民应保有日后合法返美国机会，按若无会被赶走，而且永久禁止入境。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印度控制耶克什米尔地区4月份的时发生观光客受恐怖攻击，这是引起印度和巴基斯坦在相战前4天，有造成70多人死亡。巴基斯坦和印度即马拢已经同意，双方伫月底进行要撤回阿兵哥，要把这个所在恢复到和平时期的状态。来关心7大工业国的财政部长会议，昨昏伫加拿大举办。除了讨论因应乌克兰战争这项大议题以外，嘛有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全面性关税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有提出来讨论。来关心有一个中国籍姓洪42岁的查甫人，伊伫5月14日时伫日本的基督馆赛车去弄下课的小学生，造成4个人受伤。伊逃亡4天了后，走去自首。警方调查发现，讲伊摕中国驾照伫日本利用换外国驾照的制度去摕到日本驾照，才当赛车。日本官员即马检讨讲，这个制度确实伤过厉害，所以未阁互无居留证明的中国人凊彩就当换到日本驾照。镜头转来国内，昨昏是咱总统赖清德就职满1周年，伊有发表演说，有讲到和美国超关税的进度是真顺利。伊嘛表示，政府要成立主权基金来投资国际市场。伊阁强调，无任何的总统会当违背民主和自由。赖总统伫记者会顶悬向民众报告这1年来国家拄长的挑战、成果和未来的规划。
罗总统表示，台湾过去长期戒严，有一个先进的牺牲拍拼，但互台湾成做亚洲的民主灯塔。针对国内各地发起的公民运动，罗总统表示肯定，认为面对民主的纷纷扰扰，应当爱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伊表示会拍拼促成中亚对话来加强政党合作。我将指示国安团队着手规划，向在野党主席进行重要国安形势简报。期望朝野政党领袖，无论政治立场为何，我们都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以守护国家安全为前提，在相同的事实基础上，坦率、真诚交换意见。经济面对美国对顶关税对台湾的冲击，罗总统宣布要成立主权基金来投资国际市场，协助国内产业在全球布局。台海政治方面，中国军机军舰嘛继续对台湾四周骚扰，国际媒体嘛关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罗总统回应讲，会继续强化军事采购、经济联性，也有国际合作，以避战来避免战争。我们也积极跟国际友盟共同合作，肩并肩，发挥威慑的力量。以备战来避战，达到和平的目标。第四个是我在这里再次重申，只要对等尊严，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罗总统嘛表示，行政院有提出强化安全论性特别条例，编列4100亿的特别预算，希望会当得到朝野的支持，让台湾在国际变局当中继续安稳向前行。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罗总统第3号宣布要成立主权基金，学者就分析讲，主权基金的规模可能会较大，安尼对咱国家经济影响嘛会愈大。也毋过呢，主权基金的钱要对倒位来，目前也阁需要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去讨论。总统赖清德就职1周年是等出，要成立主权基金，重点放伫台湾产业的国际布局，和连接人工智慧在未来产业的领域，锁定全球投资的机会。目前的想法会互公部门来主导，结合民间的资源，暗算锁定战略性产业，亲像 AI、半导体、力量和数位科技这领域，帮助台湾经济升级。不过资金对倒来，各界无共看法。我觉得有可能是由国发基金扩增，加上所谓的4大基金。然后呢，去组成所谓的类主权基金，当然也有可能会去动用到外汇存底。美债的投资金额呢，占整个外汇存底大概80%。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比重太高了。央行的行长尤金良在立法院备询的时阵，针对第一批主权基金的来源提出3大可能，包括新加坡模式，和财政部发行特别公债，和和财政部拨款变作控股公司的股东，这个投资国营企业。另外，还有南韩模式，财政部成立出资投资公司，托管基金就对财政部外汇平稳基金下来。在这个营运方面有很多的这种机制或者约束，让它能够发挥一个正当的功能。当然也不能够说有很多的政客在中间，他可以左手右手在那边玩。学者警告讲，主权基金的数量真大，布局嘛影响到总体经济。管理单位必须要专业、独立、中立，参考各国的模式。全世界上大主权基金在挪威是对自然资源的出口盈余来的，隔壁国亲像新加坡、韩国是对国家财政盈余来的，中国香港是外汇存底。同一块美金你换了2次了。那个会造成那个恶性的金融膨胀很多金融管理上问题，所以他们一般都规定，就是说，如果利用外汇存底的话，你只能用在海外。目前主权基金主管单位资金拢还未定，财政部处长阮清华讲，阁要等下部会来讨论。不过因为金额真大，后壁法典嘛考验主管机关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有美国导演自2016年，咱台湾选调头一个查某总统开始，伊就用7年的时间来记录台湾的政坛，完成一部纪录片，叫做《看袂到的国家》。制作团队希望透过这出纪录片，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也有台湾守护民主、抵抗威权的作风。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is under threat like never before. Taiwan has long been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is battle. 我们只有一个选项，就是每一个台湾人都要走出去。
蔡英文做总统任内，毋望台湾走向国际。这出纪录片看袂到的国家导演是美国人Vanessa Hope，伊伫2016年见证台湾选出头一位女性总统，用7年的时间记录蔡英文安怎执政、捍卫民主，更有其他女性参与政治的过程，包括副总统萧美琴、立委吴派业等等。导演用大量的影像资料、采访无同观点来呈现台湾民主化的历史、国际处境，各有台湾人的生活认同。到了台湾又面临一个好像重大的政治危机，然后大家必须要面临一个抉择的时候，就来看一下美国的导演怎么样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欣赏跟理解台湾的民主，然后希望全世界的人都重视台湾这一个应该被看见而没有被看见的国家。几年来，因为中国打压，台湾强在无法度伫国际上出现咱的国名。但是这几年，台湾却豆豆啊，正做国际关注的焦点。看过这支片的导演分享讲，经过纪录片的整理，会当互国际伫短时间内了解台湾。另外，也有马来西亚民众表示，面对中国的威胁和打压，对台湾人的勇敢表示敬佩。平常时啊，咱拢想看轻家己啦，拢感觉讲啊，敢若无啥，台湾人就是安尼啊。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感觉真正常。但是实际上，咱是经过足侪人的拍拼，甲足侪人的吞忍，甲足侪人的牺牲，咱才有今仔日这个台湾这个国家。快10年了，所以看了很多东西，发现到其实这边人就相对很勇敢。所以我只是想借由这个机会，就是可能跟台湾人说，就是保留这个勇敢。纪录片看袂到的国家拍算6月就会上戏院，团队希望透过纪录片，让国际看到台湾推动民主转型，也有同性婚姻等等的成果，通对台湾有愈深的了解，嘛，互民众对专制威权的危害有所警觉。记者卢尚如、曾春友台北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鸿海集团董事长刘荣伟伫台北国际电脑展馆发表演说，伟大的头家黄仁勋嘛有来甲徛台，嘛宣布要和鸿海台积电这公司同齐踮台湾打造 AI 超级电脑，嘛俄罗台湾是世界的运算中心。也那经济部表示会提供必要的协助。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superstar of the AI industry and the leader. 鸿海董事长刘荣伟介绍伊的好朋友，也就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出场甲伊徛台，两个人伫台顶是讲甲真欢喜。刘荣伟伫2025年电脑展览 Keynote 演讲，讲到智慧城市甲 AI 的后一步要做超级电脑。We've been coming here for 30 years. Yeah. And somebody did a count. We have 350 partners here as a computing company. This is the epicenter of the world's computing industry. This is where it starts. And everything from the chips, of course, to the systems, and now increasingly, the pioneering work that is being done in the automation of robotic factories and building robots.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昨天宣布，要甲鸿海集团、台湾政府甲台积电合作，替台湾打造头一台大型的 AI 超级电脑，按算会甲几啊粒 Blackwell GPU 晶片串联做大型的虚拟晶片，嘛涵盖晶片甲主机板等等整体系统的工程，见证台湾科技生态系统的实力。许多像开源的 AI 的技术的问世，象征 AI 不再仅是大国或者是科技巨头的专属领域，而是正加速普及化，带动更多边缘应用与分散服务的新机会。但像顺这个势，互 AI 的产业链拢受惠。像是电脑展览起股的头一日，各大厂商拢已经准备好势，包括34个国家1400间的厂商来参与，大部分拢把重点放在 AI 的运用。我想更快绝对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它可以接触很多的感知器，然后这运算如何可以变得更快速，我想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优点。科技公司嘛推出新一代边缘运算的工具，要来应对后一步机器人的科技。科技推动更加快速的发展，嘛互台湾徛起伫世界的舞台。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科技运用伫医疗嘛是一个大贡献。药效癌初期拢无啥物症头，但发现的时可能拢袂复救啊。台大病院即马就开发全世界头一套 AI 药效癌诊断系统，有线啥过去无在调发现的药效癌，即马拢会当量早发现，患者会当量早治疗，存活率就会当提悬到8成。真出名的体育主播布达人，在生的时阵得到人讲是上好诊断出来癌中之王药效癌。伊伫2018年病逝，食到85岁。
为着要突破诊断的困难，台大病院甲台大应用数学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发出全球头一套人工智慧药笑癌辅助诊断的系统。只要2分钟，就会当自动判读感受生歹命，准确率有达93%。影像本身它基本上是一个数据，我们要把每一张影像当作是一个数据来看，而数据透过 AI 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医疗团队表示，药笑癌的初期症状无明显，而且流是大了真紧，致死率嘛真悬。2023年已经加做咱国民众10大癌症死亡率第7位，一年有2879个人死亡。早期药笑癌伫电脑断层的影像当中，袂输是大海的梦尖，差不多有4成会去看无到。即马透过这套 AI 的系统，会当侦测出2公分以下可疑的瘤，互患者会当量早治疗。5年的存活率为原底10%提升到80%。如果能够再小2公分，第一期的胰脏癌就能够及时发现。那以现在的治疗的话，其实是有高达80%的机会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一旦超过2公分，这个肿瘤大概都会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医师提醒，药笑癌可会出现伫咧侪血人的身上，危险的因子包括有家族病史、食薰、甲糖尿病等等。不过，目前这套 AI 辅助诊断的系统，健保是无给付，属于自费的项目。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网络顶悬卖厝的大门边仔煞有免责声明，这是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最近就有人发现讲，伫卖厝的大门边仔有免责声明，其实是一寡厝，其实已经早就卖出去啊。也毋过呢，中人为着要啥人来看，所以继续甲这的相片也是物件搭伫网络顶悬。其实这已经是涉嫌违反广告无老实，上重会当罚30万。最近点开面册，有人会看到房中打出免责声明，强调家己牵的卖厝广告作废。也有安尼现象，或者是因为最近的检举之乱，针对已经成交的厝的大门，房中煞无落价广告文章，因为看起广告不实在，可能都被检举。彰化地检局表示，最近开始有收到检举案件。114年以来，类似的检举案只有2件，那2件都是没有成案的，因为通常陈情人都没有附相关的事证，所以没有开罚的状态。最近收到20多件的脸书广告检举案件，在我们受理查证后，只有10多件还有刊登资料，这些目前都已经发文请刊登业者提出说明，全案仍在查证的阶段，目前还没有对此案件开罚。不过，不少房仲犯了被检举的违反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面临6到30万的罚金，各件文章删未了，拢发布免责声明。不过律师表示，免责声明无法度达到免责。有没有责任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因为你今天 PO 了这个广告上去嘛，你广告如果说这个房子物件已经卖掉你就要下架。有不少人好奇，为什么厝已经成交，不过广告却无提出来，专家点出关键原因。房仲呢，他可能评估认为说啊，这间房子虽然卖掉了，可是呢，它的屋况条件或者是价位条件非常的好，可以吸引客人，因此呢，才会持续的把它放在网络上。等到民众打电话来询问的时候，他才推销 B 物件。我喜欢的是这个物件啊，但如果他介绍那个还不错，会有考虑啊，但还是会觉得心里比较有点不开心。当然会生气啊，因为我看的是 A 嘛，那他的图片是因为图片吸引嘛，这个就有点像广播不实。新北地检局表示，若真是违法，除了依法开罚，也呼吁业者爱伫自由关照，防止无实在广告甲恶意检举，维护产业地事甲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来看，昨昏是旧历4月23，是家己绿草伊珠爷公的生日。伊珠爷公爱看戏，所以对庙口一直这戏棚是一直摆到悬岛，甚至是拖到高铁的桥骹，形成一个真特殊的文化景观。双边拢是戏棚。庙方就表示，其实原底呢，敢若是200坪来做戏，后来是因为网络在实行，所以即马才有要上千坪的规模。今年伊珠爷公生足秀的戏棚，同款是对庙口摆甲高铁桥骹过。庙方讲原地规模无遮尔惊人，大约7年前因为高铁甲民车关系，这几年写成的戏棚拢是真清白在做。即马大省是入伙一坪，过来大家加那些爆啊，即马来分啊济啊。自从阮遮的少年辈特别会用这个网络这 FB 去了后，足侪伫网络看到，人会来问。落来拜拜，有感应，过来就是咱
高铁站这个区域了后，经过信道啊，看到话就落来。苗峰表示，当年伊做野生也被过线都信众登记过当年的份，这刷刷收到的社戏登记，无论是布袋戏也是歌戏，老辈拢会交给看头的班长来斗发落。班长讲，因为电力限制，大家上济300平就真棒啊。其他亲像演出的时间地点，也有本身爱用到的物件，因嘛拢爱斗安排。今年布袋戏有600多平，歌戏有36平，要安怎好戏演好演完，这内底拢是学问。伫较早的时阵，敢若拢一工庆典，所以规排拢是歌戏甲布袋戏。啊，后来才因为电力跟那个交通的关系，才分做几啊工为准。拢差不多300、400平啦。啊来，搁第2天、第3天，就无遐济安排遐济平啦。但是若讲3天内咱的戏都翻过，啊做无煞的戏。继续要搁做，就爱来咱来庙埕。李主也讲爱看戏，当年生日上千平戏出，已经成做地方的特色庆典。苗峰讲，大家拢会问这戏要演几工，这个问题实在真困难，因为戏哪演都有人煞规定，有时阵演要几个月嘛无奇怪。记者柯家族柯超雄家己采访报道。伊如也讲做生日，形成戏班大会，嘛因为安尼有真侪戏团会来到遮，所以嘛形成另外一款戏班经济，大家趁这个机会来遮卖物件，有人就会买一寡戏衫、头插，也是珠花遮的物件。也若有人是伫网络顶悬就订好啊，约伫现场交货。现场毋但有10xe车，嘛有小型的市集。好强，好强！规家伙仔无用咧布置戏台，大家分工合作，有人斗龙跳，有人斗电火，就连囡仔就来斗3工。这是歌戏团为着过当工，伊伫夜公生日所准备的社型舞台。戏团讲万事拢准备好啊，就差一寡服装、刀枪、化妆品，不要紧，明仔载就有通买。像明仔若是要买物件的话，就是阮个人有欠的化妆品、头饰、护饰，一寡舞台上的设备。这只啦。系啦，系啦，啊！你看要什么色的啦？你就叫我做2色来，互你看无？过当工卖10xe的车来到现场，就戏团头家随来提货。卖10xe的头家讲，因当初是伫咧高雄开店面，咧卖这物件，后来为着要服务一寡来自4方的剧团，开始开车出来卖，到单已经卖12档啊。啊，因为以前阮这种物件拢是开店咧卖，啊，有的阿嬷因若毋知买倒买无，阮就再出来卖因就对啊。有当时是化妆品，啊，有当时是我家定的戏服。像这个我就是家订老虎装，然后一些野兽道具。头家讲，伊本身嘛有咧播歌戏，戏团需要什么物件，伊拢真了解。戏服嘛是亲身去添，每一年的戏衫拢需要6个月时间去制作。现代时代的进步啊，因也开始以直播的方式来卖10xe啊。拄到大型的活动，亲像伊伫遐讲生日，这戏班就约伫咧戏班遮来交货，也加做特别的一款戏班经济。记者查选柯敏哲家己报道。嘛是真特别的文化，这是伫宜兰打溪二龙白龙船活动，已经传承200多档啊。原底是为着要超度水里的亡魂，最近加改做第5日祭举办。也毋过呢，来看这龙船其实是无龙头的，其实伊是摆一个平安，毋是咧拼输赢的。宜兰县伫5月31即天嘛会传体验活动。拍落飞船，不过真少看，会当发现这只船是无龙头，和一般5月节的龙船完全无同款。宜兰打溪二龙村，当年的5月节拢会举办二龙白龙船的活动，是真有地方特色。基本上甲酒啊尾，拢来做一个无奖金哦，敢若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这个活动。社区二早举办宣传活动，二龙白龙船已经传承227档。原底只是船头有用的时，为着超度水中的亡魂，才开始白龙船分做顶下装2只船来比赛。最近几年才改做伫5月节长工举办，不过白龙船是求平安的，并毋是要拼输赢。东山乡最近几日举办龙船赛，连续发生船只伫比赛过程当中沉落去的情形。参与数十年二龙白龙船的队员表示，二龙的龙船是较深较宽，较袂入水，而且船员拢经验丰富。只要船头的人莫白甲上深，互船只入水，就袂沉船。
握的讲握的方式是属于反讲，跟他们正讲在握就是相反过来。相对的，我们在出力上会比较方便。约那个月这北岭船的长工，社区也准备体验船，让民众会当来爬船。社区表示，为着安全，每一位上船体验的民众拢爱穿救生衫，而且无分查甫拢会当上船，欢迎民众做伙来参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总雅艺文中心文化故事馆即马正在举办特展，透过 AI 科技呈现文化少年时的模样。舞台顶系白色麦克的是，互人合作报道歌咏文化，就可以透过 AI 科技模拟当时以少年顶台模样。实践大学的教授参考日本时代古早拍板版型，以浪子、财主、音乐人三种角度，重新设计文化的舞台服装。即阵总雅艺文中心当咧展时代声影特展，透过影像手稿多位顶作品，要互人看文化的音乐人生，嘛展开一场下时代的技术对话，民众拢讲看甲不假笑脸。囡仔就听伊的歌大汉，有这机会我是来怀念一下，袂歹。我嘛上在有咧听伊的歌。阮的一楼叫做回顾，就是老师过去；新的就是互介绍新的人对老师无共的看法。电视文化局甲5月定说文化会，20是文化的编辑。这摆展览因结合科技媒体，唔来邀请诞生中边文化的迄个小姑娘，把甲文化过去的乐团老朋友斗阵合唱，加入新时代气味。另外，展场内佫邀请法国艺术家用声音影像做互动，来呈现这首《飘浪之旅》歌词的诗意。迄个小姑娘来当，互咱后一辈少年人会当较简单来熟悉古早老师的歌，迄个小姑娘，互小朋友来唱嘛袂歹，所以阮就甲改编较当代的吼。Voilà, donc en fait, c'est un programme qui en fait rejoue en cycle de manière aléatoire. Donc c'est pas une vidéo qui a un début, une fin, c'est éternel en fait, ça tourne tout le temps. Et donc ce qu'on va voir, c'est qu'on va voir un dialogue qui est mis en scène par Thierry avec des peintures sur le texte de Wencha, sur les paroles. Et c'est ça qu'on va voir comme ça dérouler petit à petit dans l'image. 文化局指出，连续3礼拜假期拢有安排无同的活动，无论是京剧讲唱会、怀古市集，也是故事馆的导览，拢希望会当成少年人来热捌咱在地音乐甲历史故事。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因台湾文学金典奖的得奖人陈淑芳今年又出新册，叫做《石头三姊妹》，以故乡中华做创作的题材，写传统女性伫社会束缚。中华社头因为姓萧的人多，所以地方有流传一句“社头萧了了”的讲法。伫中华出世大汉的作家陈淑芳今年出版新册《社头三姊妹》，伊讲小说内底3位姓萧的萧查某，拢是伫生活家庭拄着真济束缚的传统女性，希望透过小说涵盖个趣味故事，鼓励大家勇敢过自由的日子。上面是萧查某，萧查某就是伫些重男轻女的父权社会内底吼，违反原厂设定的女性拢是萧查某。譬如讲，你也无结婚，也无生囝，还是你有离婚，你甚至有野心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迄都是拢是萧查某。所以我在一刚刚拢鼓励所有的女生吼，拢来做萧查某。陈淑芳表示，过去读到的世界文学拢是外国台，伊连续出版几地方《楼顶的好人》加《社头三姊妹》3本小说，分别是发生伫永靖、园林、社头的故事，完成中华3部曲的目标。也特别转来中华办新册分享会，请袂少读者来参加。我真感谢伊伫个小说内底为女性发出声音的感觉，尤其是台湾传统较庄卡的所在。这种对女性较刻板的无好的对待，较真嘛是抑阁有。愈在地的所在就是愈全球，咱爱对家己的这个故乡的这文化有信心，以后全世界大家都会对咱台湾刮目相看的呢。陈淑芳的小说伫侪个国家拢有翻译版本，嘛有国外媒体因为小说来中华出境采访。伊6月嘛代表台湾参加伫韩国的首尔国际册展。陈淑芳希望透过文学作品，甲台湾的地方风景甲社会议题，小结合全球的读者，展现台湾文学伫国际的影响力。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宜兰新竹市本土剧推广协会是举办用台语说动物园的活动，带囡仔来看动物的尾溜生啥物款，嘛，互囡仔学动物台语的讲法。
楼梯呀。看到动物，囡仔拢笑甲真欢喜，大家先坐在树仔骹听台语故事，再去透过手中的动物图片去找动物伫倒，然后用画笔甲动物的尾溜画落来，然后用台语甲大家讲，家己看到的是虾米款的动物。我看到动物是无尾溜，就尻川。哦，这个是啥物动物？猩猩对吧？哦，红毛猩猩是无尾溜的哦。做趣味做好耍的，而且佫会当学做迄个甲动物有关系迄个知识安尼，所以囡仔就会使了解做多。无继续这安尼代志传落，大家拢要讲国语，还是讲英语哦，咱的台语就袂传落去，这真严重的问题啊。专家讲，动物园无论对大人也是囡仔来讲，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透过活泼趣味的活动，除了带大家真足看各种动物尾溜造型无同以外，嘛利用机会较食讲台语。无管对囡仔还是大人来讲，动物拢有一种足特殊的感情。哦，咱今日设计活动是，互囡仔去找动物的尾溜。哦，因为逐种动物的尾溜其实拢足无共款的。有的长长的啦，有的短短，有的胖胖，有的硬硬，爱当用生活中的方式，用最趣味的方式来认捌这些动物啊。同仁也是可以用英文来解说，但是就近还是比较少，那台语的又更不多，所以未来如果说我们也会考虑说，如果有老人家有这种需求的话，我们或许也可以来考虑找本土语协会来帮我们协助我们这一个部分。专程以生活化的台语设动物园，用哪佚佗哪开讲的方式。大家做伙来认捌各种动物的台语名，嘛提醒囡仔保护动物的重要性。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亚伫委内瑞拉是有一种合作奥利诺克的国旗，即马是强要制整，所以即马有一群生物学家发起保育计划，要甲这款国旗可以继续生传落去。工作人员一放手，国旗都随入去河内面无去啊！这国旗是本地产地的伟大瑞拉的奥利诺科国旗，是世界上体型上大的国旗之一，上大会当超过6公尺长，400多公斤重。不过因为国旗包会当食，皮会当摕去卖，偷掠国旗的情形是真严重。目前这种国旗已经伫要绝种，伫个野外是存无100只。一群生物学家是发起保育计划，登记伫个生态地采集国旗卵，和动物园合作，伫人工环境之下孵国旗卵，照顾细只国旗到1岁左右才野放。当年大约有200只国旗回来，这是想要保育成功，都要和时间比紧，因为国旗回来到生态地了后，同款有可能变作偷掠者的猎物。El problema sigue siendo el mismo, los están matando para comerlos, le comen los huevos, entonces digamos, por más que uno libere caimanes, está esa presión de caza todavía. 伟大瑞拉的国情真特殊，真侪专家因为政治压力出走，阁有真侪农村的居民会因为散食去掠野生动物来食，这拢互保育工作是愈困难。公司新闻优派准备约。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外岛25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